多谢议题来关心经典赛的消息。经典赛 A 组预赛，中华队英暗要出战意大利队，意大利派出伫运动家3A 卡斯特拉尼要先发。外界认为讲，伊控制球的能力并无稳定。中华队是派出富邦悍将的江孝庆挂帅，要全力抢这届比赛头一场的胜利。 心态调整好，中华队重新出发，3月7日来对上意大利，会派出效力富邦悍将的江孝庆来做先发。前期去美国的江孝庆效力过印第安人甲好队3A， 超过100个快速球是伊上大的武器，细地、大地、马叉变速球拢是伊上厉害球咯。 稳定球，哇！第一时间张宗宪没有接好，来看詹坤宇交给曾宗泽，再往一垒送，最后是一个6-4-3的 double play。不过江孝庆通常比赛头一局定定无稳定，前面来用上紧的速度，和家己进入比赛的节奏，也是关键。两好一坏，这个球出手打到了左外野方向，这个飞行的高度没有问题，直接出球场了。最近中华队打线真稳定，顶一边的比赛嘛有13支安打演出，攻击的火力嘛是投手群上安稳的靠山。 意大利伫3月7日的暗时，甲红色的信啊国北队拍败，总教练皮亚扎决定派出效力运动家3A 卡斯特拉尼出战。虽然讲卡斯特拉尼伫2020-2022年拢有大联盟出赛成绩，不过去年大部分拢是伫3A 出赛为主。26场的比赛，敢若投29球左右，防御率11.97，保送嘛有40个。外界评估伊的控球并无稳定。另外，意大利的队伍内底嘛有过来选手有 MLB 的经验，不过 两边小战，送的反应有够紧，送的赢的把握机会拢是输赢的关键。就是赢的比赛拍落，才会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